这个要打还能打，但是容易打仗。打了4把，来。好累呀！我都是烂了。还有力吗？还敢吃？我靠，打双剑还能出汗啊！你真的难打呀，太难打了。主要是我的网前不太行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网前没有那么控制，但是我的网前是均衡的。要是再控控网就好了。他是畜生。就他这身体素质，你说他能差到哪去？我跑不动。哎呀，给我打累了。我从来没觉得如此累过。打说，我今天杀了5个球吧，主动杀5个，3个下网，全站网上了。而且那是不关键的，尤其是那个20比20的那个地方，就杀一盘杀不在网上，我靠，心都碎了。就是手太紧了，你手一紧就很容易把腕压得很深。意外的问题。应该起球。为什么？打蛋吗？对呀，这样，回首望月是吧？哎呦，我痛啊！好痛啊！这不打到腿上吗？一巴掌就会痛。武术是咋样的呀？我不会啊。哦，这么这个要抬手，好像是要抬手。哇，这个好球啊！这球过真的太。
往上。跟着。